行政院伫昨宣布，明年军工教真悬要调薪水4%，希望会当带动民间企业来加这员工加薪水。不过，民众拢认为讲要影响民间企业，恐惊是无遐尼简单。另外，宣布调薪，在野党也批评讲，这一切拢是为着明年选举。行政院初一拍板，军工教人员明年就要调薪4%，有73万军工教人员会受调整，估计每年经费增加298亿。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，考量国内经济成长率、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各有肯定军工教人员伫疫情期间的贡献，才决定调薪。5月份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值是2.04，去比较那个全球跟主要的经济体，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。上次调薪的时候是111年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部分，111年是2.95% 嘛。那112，主计总处这边公布的预测值是2.26，所以加起来大概预测2年的 CPI 的累计成长幅度会达到5% 以上。行政院表示，希望这摆的调薪也通带动民间企业。林金辉表示，2022年军工教加薪的时，亲像台塑这寡企业也有调薪，中小企业的方面也望通透过这摆有带动的作用。不过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共。感觉是有机会会当带动民间的加薪，不过足困难。疫情了后，慢慢的启动，不过需要时间来启动。就是你敢会使安尼，但是无，那你上少嘛会讲，甲我讲你的表现较好。因为做生意人，伊追求的是头家的利润，唔是员工的利润。这民众认为要带动民间调薪是无遐尼简单。另外，在野党批评，现主是调薪是因为明年的选举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，因为公务人员的拍拼，甲通货膨胀的压力，这是有必要的调整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